我没摔死，能动胳膊能抬腿，大难不死必有后。都别动！大哥，别慌好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在这里开枪会引来家母的。家母又是什么？把你屁股底下的东西拿给我！屁股，这一下，走你！好像卡住了。赶紧的，别给我耍滑头！记住，压到舌头了！别跑！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大小姐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。失忆，你无知！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放开我！记住那个小偷啊！你们这帮废物！那就是家母，一切致命的伤害都会把他们引过来。他们没空解释了。失忆，你会遭报应的！